里面还蛮这个仙人掌啊。这本身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分成4大组，就是多肉植物组、仙人掌组，还有百合科组，还有创作组。那多肉植物组合，多肉植物组的第1名就是这一棵蚁巢玉。那这棵蚁巢玉呢，它是一个很特殊的植物，它是跟蚂蚁共生的一种植物。你看它这上面有洞，这个它里面在原生地是跟蚂蚁一起共生的。那我们这次我们的仙人掌组，还有百合科组，还有多肉组合组，他们都是在整体创意还有平均上都是很优质的。我们评分的标准不一定是植物本身很特殊，我们还有盆器的搭配啊，整体的形态啊，去表现出它的独特美。这就是我们今年这一次得奖的一些植物的主要共生啊。但是在我们台湾可能没有那么多蚂蚁，但是要长到这样子也是需要10分久的时间。这一棵估计可能也超过20-30年以上。通常我们在台湾市场可能看到这样子就已经觉得很了不起，但是这一棵实在是很。呢，我们有分成4个多肉植物的组别，然后总共参加的作品呢有250几组。那这次来到这边参与整个活动的摊商呢，多肉植物部分将近70组，再加上呢其他的农特产品，我们总共超过100摊的摊位，在我们田尾乡农会这边，欢迎大家有空有时间过来我们这边参观。这个仙人掌啊。这本身弄啊。